忘了买酸奶了。阿姨，你不用去了，冰箱里有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。阿姨，小心啊，别切到手啊。什么情况啊？还愣在那儿干嘛呀？赶紧刷牙、洗脸、吃饭。坐那边去啊，少卿碗筷都给你摆好了啊！啊！哎呀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是我们约好一起吃早饭以来第一次共进早餐吧？我们什么时候约过早饭？你忘了吗？住我家那次。啊！你们住到过一起？不是你想那样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那是什么样啊？从容不让说。啊！真的没什么嘛，真的没什么。看来故事还有很多啊。你提这个干嘛你？随便聊聊嘛。那你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？哎，刚刚可是你不让我把话说完的。你就是故意的。让一让，坐下。过来。不许没礼貌啊！哎，行吧，都给你，你就跟你主人一样，就会说话。那也得看对方是谁。要不是我喜欢，他肯定没兴趣。从容少卿，看这里。妈，你干什么呢？终于有一张照片可以发到亲人群里去炫耀一下了。这女婿多帅呀！啊，让他们实名羡慕。